你，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为你打拼打拼，有时无想生命，为着要互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精心付出偌大。家咧田哦，啊，你门口才走过去啊，有走入啊无？无啊。好佳哉，我惊伊哦，走入啊，就食啦。真有抓到无？哦，我安尼哦，日日走，日日走，日日走哦，咸啊迄我抓着，抓你抓着的时哦，我拄趁着一个头盔啊，人拢惊去啊，抓无着啊，袂紧啊，袂紧啊。好啦，你是真勇敢，真够的呢。啊，毋过你敢若看这个面巾，啊，就要抓贼咯，这我都袂惊。这面巾，这。你若是有刀啊，你毋是足危险的。刀啊！放心，若别人我唔敢讲，若刀啊吼，我喺台湾，逐工都咧夹刀，可是豆干豆腐海大吼，逐工都咧切。佮再讲哦，我刀。面熟的，敢会是伊？拍唔见是啥物物件无？物件是放去无偌济啦，咱股东拢无阿摕咧。啊，我留伫咧厝的钱哦，去互摕去啦。来顺兄，你拢总拍见偌济啊几万箍啦。哈？这拍唔见遐济哦？是啊，讲嘛真奇怪呢。阮藏钱的所在都拢无人知咧。迄贼仔因当嘛毋知影才对。内底藏6万箍啦，伊敢若摕4万尔啦。嘿啦。是安怎伊那拢无总摕去吼？我想这个贼仔可能一听到人咧发掠惨一紧张才袂赴甲所有的钱摕走啊。袂赴，迄绝对是内贼的啦，袂赴。内贼咯？嘿啊。怎么可能？内底人敢会去做贼啊？啊，无是安那样，伊哪会知影我藏物件的所在？连我一个数码都条条句呢。啊，毋是内贼，无是啥物人？敢会是伊？无可能咧。伊是安怎要做贼啦？啊，昨暝我伫甲约的时阵，后壁看佫足成的哦。是讲，无这个理由啊。免甲我真是讲，什么代志？你是我歹，我这头家是对你我歹，哈？你莫生气啦，恁是拢真乖啦，做工课嘛拢足认真的。是讲恁到底是啥物人做这款代志？这几工我希望伊会当提出勇气，承认伊家己毋对，毋通安尼为着一个人去害着众人啦。好啊，免甲伊讲啦。我甲恁讲，3工内钱仔摕来害我，若无要剁开死头咯。好啊啦，互我讲就好啊啦。是讲也无怪恁头家的生气。阿国啊，头家你要相信我，我无可能甲头家摕钱的啦。我知啦，我知影你袂做这款代志啦。是讲这几工看倒一个出来自首，我绝对会谅解你的。是头家你。
钱敢是咱两份情人，我要来会当安尼做。头家碰是我对我遮尔好，我安尼做哪会对得起伊咧？也毋过，你欠我的钱，你阁无法度装出，我实在毋知要安怎办。有钱，无论如何，这个钱，我明仔载就甲交遐个人才会送去。那老的啊，当你是咧奇怪啥？奇怪，骗去的钱，佫倒转来呢？啥？趁钱的钱，搁倒转来？那是真的啊，假的啊？真的啊！你看，啊，你伫倒找着啦？啊，你房间的倒顶会找着的。房间的倒顶。啊，若安尼讲，毋着才是来彩。哦，你脚手有够好咧，就听着讲3工内叫伊钱摕转来，若无，共所有的工头拢要甲死掉咧，钱佫倒转来。我想哦，一定是咱内底工人。是讲吼，那伊钱着搁摕转来还啊，表示讲伊有心想要反悔。老的啊，煞煞去啦。来顺伯啊，来顺亲啊。真啊，啊你哪会遮老早？是安尼啦，啊，就袂使讲叫阮加留规工啊。啊，我嘛想想讲，无安尼嘛好啦，回甲客人吼，加相处一段时间啦。啊，所以哦，我则利用这时间哦，去山下找看卖啦。对啦对啦，真歹势呢，春兰啊，啊你着甲恁妈妈讲多谢哦。啊，我妈妈即摆人嘛身体无啥爽快，啊，拄好利用这时间吼，拖只休困，啊，甲鼻酸嘛有伴。啊，彼婆啊吼，实在真疼阮白雪啦啦，实在毋知要安怎甲感谢。啊对啦，足奇怪呢，迄放银遐钱吼，搁倒转来啊呢。啥回呀？倒转来。倒转来啊！啊，世间的菜嘛咧奇怪，啊，共偷家钱，倒共摕倒转来啊！出来啦，这有奇怪对对。是啊，我嘛是咧感觉奇怪。我想即个菜人吼，可能良心发现，啊，所以才共这个钱摕倒转来啊。呀，来顺兄，我看安尼啦，这伊知影吼毋对啊，我看你规矩莫追究啊，每一个人哦嘛拢会知影做毋对，对不对？煞煞去啦。好啦好啦，你甲既然安尼讲哦，我也同意你啦。听你这种讲袂歹。爸，拜托你以后莫阁搬好无？爸。你一定要原谅我，为了阮爸爸，我才安尼做。因为我安尼做，伊绝对袂原谅阮爸爸。头家，你一定要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别说啦，我看你今日精神真好哦。你身体无够好哦，唔通定定有咧安尼赤碰生呢。啊，我就看哦，即几工天气有较冷淡薄啊啦，人我车这是要你穿的呢。真是的哦，哎呦，真好，真好，真好。你看，这色水你有介意无？真好，真好，真水，真水。别说啦，你休困一下吼，唔通伤过忝哦。无要紧啦，我就敢若头壳小我戆戆，啥物都无代志啊。我要紧甲这铺子搞好，过2工啊，恁就要离开遮，对无？哎呦，别说啦，你家己的身体哦，爱好好啊照顾才好哦。我知影啦，为着我的身体，互恁大家为我咧烦恼，尤其是阮爸爸妈妈，我毋知要安怎讲才好。戆囡仔，你讲这是什么话啦？那我虽然讲食遮济岁吼，我会丧命哦。我看你哦，一直食咧到100岁。真是的啊！
当然嘛，真是嘞。你若毋过善良，一定做真久的。吼，你信任我这句话，吼。阿伯伯啊，啊？多谢你安慰我。戆囡仔，人伫咧讲好心有好报，你知？阿伯伯啊，我常常咧想呢，假使讲我若有一个阿嬷像你安尼，毋知影偌好咧。阿嬷哦。我一个出世，我都毋捌看过阮阿嬷安尼。假使讲伊老大人若搁伫个，一定甲你共款，遐尔啊疼我。真是嘞。别说啦，我要找的查某孙仔雅文哦，差不多像你这年岁啦。啊，我最希望讲你哦，就是我的查某孙仔雅文。别说啦，要无你我做查某孙仔好无？阿伯伯啊，你是讲你要让我做查某孙仔哦？哎呦，我欢喜都袂有啊，哪有讲骗你就好啦。这一块金银啊，互你做咱妈孙仔初见面的礼数。来，你手拿着。戆囡仔，你做咧收起来，啊，莫甲恁老爸老母讲，啊，讲伊若无欢喜哦，我就歹势啊咧。免哪会啦，阮妈妈若知影吼，你是我这查某孙仔，一定足欢喜足欢喜的呢。真是的哦。我紧来摕起，摕起。阿伯伯，这等你来，我叫阿伯伯，叫阿嬷，叫阿嬷。阿嬷，多谢你。再分开。阿嬷。我，啥物啊？人找无吼，爱甲阿伯伯讲较好哦。无啦，伯伯咧困啊，明仔载讲啊，明仔载讲啦。困哦，困啦，困。哎无啊，去啊，我去啊。阿舅啊，啊，阿舅啊，我规个钱拢放去啊啦。你在哪？我翘了啊。你在找啥物？我钱也明明哦，啊，我就是去这部第二题啊，放入杯箱，啊，咱拢无看啊。啥？可以啊。你的钱无看啊？我去啊。有可能，找看觅。免做啊，规个冰透透啊啦，连西装嘛无，叫查拉头体啊。啊，你免我啦。过来，过来，好拉个啊，好拉个啊！莫吵啦，爱困啊啦。啥物叫爱困啊？伊个舅仔咧甲你问，你是无咧听哟？你有看我的钱无？啊？你个舅仔钱放去啊了？你的钱放去？嘿啊！免来知影啦。你个舅仔问你，你今仔日规工拢伫厝吼？你是毋是有看请有人入来咱的房间？有无哈？无啦，我唔知。莫吵啦。无，莫吵！啊，即个要紧的代志，你问你搁安尼啦，啊，要吵敢若毋吵咧啦？你真是毋知啊？你要讲毋啦？我唔知啊，莫吵啦。真是毋知。奇怪，苦力的啊，苦力的啊！我甲你问你是要用哪面啊？你是咧创啥你啊？哈？你个哭走！我跟你讲哦，你免骗，照这个设备甲你看起来哦，你管能知影钱是什么人偷摕的哦？我唔知啦，拜托莫吵，我爱困啊。啊，莫假啦！我看你的样，我会知影啦。钱要得到是你家己个舅仔偷摕的哦。无啦，我就算我无摕你的钱啦。免就抓啦，你就抓啥物啊？啊，莫假先啦。好嘞，小心讲哦。就讲你讲，真客气。你也唔讲哦。二哥孙咧较早创啥你知影？他干二哥哟，你无杀出来，你性命无我讲哦。对啊，你若是唔惊，要去啊！我讲。啥体？啊？啊都安怎？啊都，我摕啦。你摕？哦，我就知哦，我知你绝对你客气，你叫我怎？奇怪，阿姑也毋知走去佗去，拢无看迄人呢。伊遐尼久无转去看老爸，今日可能是转去看老爸款。看
看因老爸，就只讲伊要转去看因老爸，嘛都爱甲咱讲一个啊。就是安尼啊。拢无看的人，嘿，老的啊，我感觉吼，阿公啊最近怪怪呢。爸，妈，你要困醒？哎，煞啦，等你遮尔暗啊，毋困是出来遮创啥啦？我就困落去，出来行行的啊。爸，妈，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恁的。啥物代志啦？即个工啊，我若拢无看到阿公爱人咧。哦，伊出去办戏啦。嘿。妈，啊毋过遮尔暗啊，安那袂转来？我看吼，连伊转来啊，哎，煞啦，遮尔暗啊，遮尔寒吼，你紧入去困啦。哎呦妈，等一下啦，等下我才去困啊，吼。我有一件代志吼，想要甲恁讲呢。别说，别说，你是安怎？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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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啦，别说啦，别说啦！你啊，你今仔才超过，你今仔照实甲我讲哦，你甲迄个钱摕去倒位，紧甲我摕出来，要若无，你搁我唔帮你刷。啊，你是苦人，你这。我会买水啦。免水啦！哎呀，钱哦，已经你叫安怎？已经讲啊！啊就安怎？我叫你讲，你是有咧听无？啊，你实在唔讲，啊唔讲，我实在我甲你。个句啊！你，我来甲问就好啊啦。苦力的，啊紧甲这个讲，看你是放倒位，紧讲啊！啊讲，对啊，我你是，可能我讲哦，你也唔讲，你哦地沟村的哦，看地沟一波杀出来，你是性命无哟。你甲我讲，迄部面会出，面会出。摆就是紧讲。遐钱哦，我叫你来顺便遐啦。哈？你先啊，将伊舅舅的遐钱甲摕来顺便呀？到底是啥物理由？你有讲出来听？啊，遐钱毋是查拉摕转来用的哦。查啦摕转行的。哦，啊我苦力个对你讲啊，恁大家比我讲，啊查啦吼真无简单，在拼着迄块啊咧。啊，你哪有可能讲摕了后，啊佫摕转来平你的原位啊？迄哪有可能个代志？遐钱哦，是我苦力个摕去藏的啦。啊！遐钱你摕去藏的，啊你这个话你讲会出来啊？你敢人讲的话啊？你实在真超过呢啊！迄查拉共偷摕钱，你才来偷摕地沟姑的钱去现人，好啊！你照是毋是啊？你到底甲迄个查拉有啥物关系？你紧讲，要若无我今仔日干就好，你信息，阿妹爸，孙嘞，较冷静的，你袂听苦人继续讲落去，人咧拍啦，得拍一个。你，啊，我会拍啦。啊，苦力的，到底是啥物理由？你讲我听看的啦。我多。到底是啥物理由？你讲我听看的啦。啊，都吼，因为迄个查啦是，莫讲啦，是啥人？是啥人？莫讲。哎，是啥人？我讲啊。我叫你讲，你敢唔讲？啊，你个贱格，野鼠是啊！你，孙嘞啊，你起来，跳，紧甲我讲，若无我真正互你处理。真正要讲，讲，阿国啊啦。阿公啊，阿国啊，你哪知是伊咧？啊，对迄棉花你足查来顺哦，好，啊我咧一直足好，足到我强免足球的顺哦。啊我昨等下石头抱倒啊，啊我爬起来顺哦，看你查咧走足远去啊咧，啊我看伊哦，迄身躯落一个物件落啊，我走去哦，物件摕起来看，面巾啊！啊，恁大家都知影哦，迄阿公啊，不管是啊，毋管啊，遮拢有挂一条面巾咧出面的啊。我嘛感觉足奇怪的哦，我咧想无可能咧，但是我总咧偷啊走去阿公因兜遐吼，正拄啊好，拄啊看阿公啊伫咧身躯安尼哦，好，摕一竿钱出来啦，啊然后诶，啊厝内佫带吼，哭念讲啥物讲，这钱哦是要翕阮头家较好，还是要来救阮阿爸较好啦，安尼啦。救因阿爸？嘿啊。是干嘛安尼啊？阿伯伯啊，我苦力个药了若无毋对吼，一定阿国啊因老爸吼欠人足侪钱，
人甲逼甲足厉害，所以阿公吼才会做这款代志啊。所以你这头家伫个几个钱，替伊去还安尼哦？啊，佫应该输死啊！哈，人个贼仔共偷摕钱，呀你才偷摕伫个几个钱去还啊？无啊，可乐个，你是咧笑呢？啊，你当时知影即件代志，你就自照这个代志讲出来就好啊。无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摕我钱去咧做好心？啊！猪哥舅啊，猪哥舅啊，猪哥舅，莫生气，莫生气，莫生气。这代志哦，袂用个讲的啦。啊，这代志若讲出来哦，咱顺便就知影咧。咱顺便知影哦，阿公一定食力咧。阿公啊，甲白雪咯，因两个敢兄妹也共款的啊。啊，咱顺便知影这个代志，一定甲阿公赶出去啊。迄白雪咯，一定会足伤心的咧。我你讲对不对？呀，这个孙呢？喂，可能人讲安尼有理啦。啥物有理？啊，不是讲安尼来对啦。准做较有理来讲，嘛免去偷摕猪哥舅的钱去还人啊。无啦，啊，因为人伊说讲迄落，过来，代志无，代志无，是啥物代志啦？白雪伊